来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今仔日公布伊第三波的竞选小物，为总统大选来募款。有关南北合作的议题，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赵少康来证实，有甲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见面讨论在野整合。讲上届首党的时间是10月中旬，佮讲侯友宜无可能做副手。郭文泰是回应讲，国民党一定要做正的，安尼是要安怎来合作呢？郭文泰讲，要讲合作进程，必须要先确认理念会当来结合。公布第三波竞选小品，民众党总统参选前郭文泰做model宣传。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款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。哪一个获利率最高？工厂嘛公布竞选官方网站，看得出郭文泰选总统脚步唔捌停过，哪里和国民党合作，革命发动起来。要合作，要有共识，特别是理念的结合最好。他如果纯粹只是还是沦落到这种权威的分配，他没有办法去感动人民。强势性行只有后一波，这是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正式找韩国瑜谈南北整合，嘛强调侯友宜被做副手。他们的条件，第一不要比民调，第二他们一定要当正的。我觉得是蛮奇怪的，这哪一门子的合作？合作都还未谈，国民党就真无欢喜，那边合都还无一撇，不过两方议题都拢先推出和平牌。到这个打，希望两岸到和平，卖政绩，不能去卖飞过来，卖赔了政绩的，爱赔了客机。上过台面，甲马祖讲要参选，落尾侯友宜嘛甲马祖求政绩唔通来，在野定行发展个大，到底敢是行共路，或者是个人行个人路，互外界人看甲不飒飒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